看你可怜，好吧？金传子，把手哪里去了？把手他又下山去了。哼，都是你不小心被他盗宝了。转世既然把手他不肯许隐瞒，就让他去吧。都生于要，怎能结为夫妻？这岂不乱了法度？你速去当探把手消息，为是到万间金山寺等候于你。是，阿弥陀佛。
小姐，多谢小姐。去了。
快用我这把翻吧。那么你我不放肆的。拿过来吧，不用客气，两人同撑一把伞嘛。哎呀，天下的这么大的雨，还顾得了那么多吗？请问二位小姐家子哪里？家子请问君子家在哪里？我家子请不门外，小姐呢？我们只前堂门外。是此事动怒了，等我先去估算。算家。算家，去呀、请部门见堂门。哎，你们一个是要去请伯门，另一个是要去见堂门，你们还是和气气商量商量，等商量好了，我再来吧。算价，算价，是先送他们到见堂门，再送我到请伯门，多这些算些也就是了。早讲清楚嘛，不就好了嘛？来来来，上船吧，放挑吧。啊，小贼请息。万事君子请先。哎呀呀，你们还是负责一同上来吧。你们站稳了。开船喽！在西湖三月天，桃花带雨人生烟，十四绣来红砖铺，八十绣来共生烟。今
里去请的？你这个人好不懂道理哟！我怎么了？我家小姐问了你半天，你怎么不去问问她呢？对，是此，带我去问嘞，带我去问。请问小姐芳名报姓？奴家姓白，名素贞。素贞是。哎，我家小姐还没有见过你啊。那么贵庚多少？啊，1000。去。啊，和你一样啊？什么一样啊？啊，我家小姐啊，也是年方20，也是上帝许神。怎么？上位许神嘛，你们真是天生！天气下雨了，雨伞还小姐来着用吧。我明日来取，不知小姐家住哪里？许贵生，家住在天堂门外水西旁，一天红泪暗君房。许官人，你一定要来呀！一定奉报。
他来了，为何不请他进来？谁是不请他进来呀？只为我家的气魄太大，他站在门口不管进来，给我去请他。你也太心急了，哪位相公请进小姐，我去请他进来。许官人最好。小姐在上，许谢拜也。许官人真是言而有信，船舱府邸真是惶恐得很呐！小青姐，把雨伞借我。怎么，你要回去了？哎呀，真是个老色生，许官人。
官人，此次我来请你做个媒可好？不知是哪家小姐？徐官人，我小姐是一君子，有一身手，曾经也爱夫妻缘贵公子他君不多少，风里往生他不可听说你这生了不离的小夫妻，他四季红尘动了心，莫道是一针提要将心出神，只为你终于老身独自存。这是真的，真的呀，好啊！今夕来分问名声，不道是家强是人，他是大桃花天子下万人，许仙和风在平城。是这么委屈禀告最长。哎呀，徐官人，徐官人，今日不是长者，我已经请你们这位好了，随着洞房准备化妆。王爵，自断正向阿鹏。那时你再到金山玩乐，老夫与你自有一计，切记，切记。
的病了。来，快坐下。待为妻请你骑马。许了。娘子，你我夫妻恩爱，今日同饮一杯。为妻不能饮酒。怎么？我
喜郎，喜郎，既说喜郎到齐，为妻就应了这杯。大
宋子阳，写宋子写，是要我要，是必必到，为人是我，不配不变，阿弥陀佛。娘子，
此地请了，请了。我等奉先师之命，狂随灵芝仙草，况今日云中无言，还需小心才是啊！是，此地请。向着灵芝献上，乃是昆仑珍赏之宝，能与你。仙家慈悲为本，王大仙赐我灵芝草。你不随情归，一时苦苦，推讨仙草，贼不容恕，快进！
牺牲太甚，使我无力了。难得小小有心，竟至此重情重义。此儿领知县草，速速下山去扶去吧。多谢谢有请许官人。有请许官人。女还
算是。把说这对样可是显了原因。我娘子身，这乃是苍龙出言。妖言我总是魔障，你独自犯我彷徨，所曾大苦真悲欢，咱们与无缘到年相。哎呀，老算是，你不是叫我来烧香还愿，为何要我生着空门呐？你生于法院，实要自在显贵法门。阿弥陀佛。来到金山作甚？老算是，我父来到宝山烧香，我是特地接他回家的。谁是你的丈夫？这要问你，亲爱。哼，生于要，怎能结为夫妻？这岂不乱了法度？你太多思了，亲爱。老算是想我与许仙夫妻情深，望大师慈悲，放他回家。许仙已归佛门，怎能回家？气死我了！要来你断乱清平，百万刚正谁脾气？这不行不回山里，我
全你是了这条心。
手链拿下来吧。
我
这个人，娘娘对你可好？这是好的呀。你的娘娘可是真心是有假的。丧是什么？丧是天呐！丧是天呐！想你，吓死你！吓死的！呸！你为什么天来生我的？请求娘娘上天庭，千不念夫妻情重，夫妻下头心人要关心。娘娘倒不如两家里恩重情去，怎管这灵王不同情？我们谁？娘娘，娘娘，娘子，娘子，你怎么有下井下灶？事到如今，你为何我可是？
我不由
娘子写来的是不有许些桃花灯光，娘子是林中边，神不神仙在群，娘子是林中边，天亮温柔人静，娘子是林中边，我与你呀。你这冤家，那些违心之事，你还做吗？再也不做了，我强不行。请进，我许仙可代替名士，早在听信上也是你接下来死而无。是此起来，多谢娘子。青梅，青梅，娘娘，去多谢请进。新郎，事情我们到哪里完成？到街堂我接掌家中暂且完成。